你話振東，你去到國際性咁多個場館，點感覺咧？嚟到睇得我今朝都嚟感受一下，我覺得各方面都好。介紹紅隊方面，大家俾啲掌聲歡迎范振東，巴黎奧運金牌得主。好，轉音樂。轉音樂，哇！范振東，范振東世界冠軍，超級大滿貫軍。無論點樣冠軍，我都相信佢未拎過塊咁嘅板。係，惠麗3-1。嗱，范振東咧，佢而家要double 係啦，呢度4-1啦。好，呢塊牌唔易打嘅，因為佢冇反貼嘅，大家係木板嚟嘅咋。OK 啦，繼續啦。好，繼續啦，冇所謂啊。再嚟，咁呢個波係繼續就得㗎啦。起板。塊板出嚟。第3點，作佢都唔怕。第4點，嗱佢哋打咧，彈上第1、第2、第3、第4、第5點嘅。呢度過咗啦。邊個贏咗？呢邊係啦，出咗界係啦。紅隊就話繼續，接龍開始，大家未睇過啊？轉音樂咯喎，係啦，咁啊3個一齊打3個咯喎，標準版，下次鋒哥打1版，好，今次就冇得偷雞啦。好，開波，好呢嗱，大家睇觀眾數住佢哋有冇亂龍啊？范振東、阿郭琪琪就準備係好嘢喎，識揸橫板喎，真係喎，係咯，咁又唔會好亂喎。朱成竹 OK， 好，黃鎮廷跌龍整個下旋攤下先。我開頭以為會好混亂嘅3打3，唔係喎，要進攻喎，因為你哋落後1-5啊，你唔進攻就追唔到啦嚇。啱啦，阿挺進攻，而家5-1嘅喎。朱成竹進攻，郭琪琪 OK， 啊呢個靚啊，呢個美人照鏡，哎呀，落咗網添，6-1啊！有冇讓賽㗎？咁個成績啊，子峰哥而家係點啊？係啦，成績就係紅隊6分領先啦，贏咗。就范振東、陳浩華、杜海琴勝出，俾啲掌聲佢哋啊！睇下你哋係咪心服口服啦？呢邊係有奧運嘅藝術體操團體全能金牌郭琪琪、黃鎮廷、朱成竹，俾啲掌聲佢哋。好，亦都俾啲掌聲徐家樂，我哋非常出色嘅多謝項述，多謝曬你先，家樂。好啦，我先同阿范振東呢一隊人傾下偈先，你哋覺得好唔好玩啊？大家好，我今天非常開心能夠在這兒跟大家見面。我覺得剛才的比賽，自己也覺得玩得很開心。很開心，那你來到這兒感覺如何呢？我覺得是首先進入場地還是覺得非常的震撼，然後能夠有這樣的機會參加這樣的儀式，我覺得對自己來說也是非常難忘。謝謝，謝謝。
手嘅期望啊！我哋再